中国国安部指控咱的国军持海客去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而且佫公布3个人的相片和因的名姓，讲已经立案来调查。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是批评中国，这是网络攻击第一名的国家。也那民防这方面，内政部按说要修法，加设物资大队。罗总统嘛有专工去南投关心民防训练的状况。中共相关对台文武恐吓，中国国安部也反甲咱国国军持海客指控3名现役总统电军军人，扮演网军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除了公布相片甲名，也依照中途意见立案调查，外界比对发现其中1名身份亲像任职国军相关单位国防部长郭立雄，而是严重否认反呛中国才是网攻第一名的国家。在进行这个网攻害亲的这一个国家的第一名，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中国相关的内容，我认为都不实。针对台海情势紧张，民间动起来，福摩沙含义李时典开杭州计划民防训练，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表示家己伫遮受到启发。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力量，能够自助。政府也强化物资储备，内政部长修法增设物资大队。郭立雄认为，全社会防卫是系统的一环。修法内容针对供应无稳的急救药品，随时立立必要药品清单，和病院准备好战备药。不管是天灾或者人祸的时候呢，必须要成立的若干小组的收容或者是物资的部分，我想也是跟大家所熟知的民防系统里面的一个协助跟整编跟处理有关系。台湾面临战备物资不足、军火库存更困欠，加上美国对台军售用地交付超过200亿美金。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前军官真海实事件，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中共封锁台湾，台湾恐惊陷入武器用力的危机。雄风飞弹或是国造的天空飞弹，乃至于建造速度更快的无人机，这都是在战时期间可以有效进行自己补充的，就是从台湾的东岸。就是一些友盟国家可能会运输给台湾的一些补给品。尤其台湾甲乌克兰、以色列无同，因为海岛国家形势较歹，造成军队补给更较艰难。学者表示，国军最近几年已经扩充飞弹库存，包括7张标枪、拖式飞弹等第一等武器，数量上看3000粒。战术层面上也会当实施目标，反制强军消耗战。记者综合报道。